你睇而家有幾個出嚟5區公投，其中有一位個樣好靚啊，哇，長髮披肩，睇個樣唔出聲咧，真係好似日本漫畫啲女主角，一出聲咧死啦，有啲天生噶，唔關事。哇，喂，冇錯，呢個可能係優點，喺街拉票咧一流。係嘛？只不過同佢談情咧，我就驚喺燈下凄迷咧，一出聲，喂，把聲似媽媽生嘅陰公，係嘛？不過呢啲好難噶啦，唔係佢嘅錯，呢個咧好典型嘅香港病嚟嘅。唔係，有香港病有啲係真係聲帶咧係有生咗個繭。我有啲同事點解會生個繭？因為講得嘢多。點解日本人10之有9冇呢個繭多？你講得就係咯。可能由細到大有乜差咁多垃圾講啊？你係入到個電梯又喺度交流頭先嗰啲八卦情報。咁要睇行業。去地鐵又同隔離啲 OL 喺度講是非。你講媽媽生嗰時要講嘢噶嘛？係咪？係咪？佢同佢做嗰行要講嘢嘅。同埋有某啲教學嘅工作，或者佢某啲嘅議員成日要質詢啊，或者出嚟要拉票啊，咁咪講得嘢多咯，係咪？呢個香港人嘅心理病，就係要拆破喉咧，喺度日嗌夜嘈。而家更加，因為你對住個政府講咧，佢係畫一隻耳喺埲牆，你又要更加拆聲。而家某啲嘅政黨議員嘅立場嘅睇法係咁啊，你唔大聲，政府唔聽啊嘛，聽唔到啊嘛，咁係事實啦，大家發爛渣。所以香港咪變咗個圈蛙。最慘係政府真係聽，係咯，最慘係聽發爛渣，嗌都鬧都唔聽，係要掟招先聽。咁犯賤啦，係啊，係咁賤噶啦，唔掟唔大家鬥賤啊，係啊，一掟咪多3嚿咯，係咪？有版俾你睇嘅呢個掟招嘅政績。即係美國政府點解唔同恐怖分子談判咧？就咁解啦，因為你一俾贖款咧，下次好啦，下次咪開個頭咯，再夾多幾個。當然呢啲人唔係恐怖分子，但係嗰個心理嗰個原理係一樣，個 logic 啊。